目前為止咧，呢場大火已經造成咗128名人士死亡，包括咗108名咧喺現場移送出嚟嘅一啲嘅遺體，另外有4名咧係喺送咗去醫院之後咧係喺醫院入邊咧去世嘅人士，亦都包括咗咧有16具係燒焦咗嘅遺體，而家仍然咧係喺大廈入邊嘅。我哋唔排除咧，稍後當警方進入去作詳細嘅調查同埋搜證嘅時間咧，係有機會係另外再發現一啲咧係燒焦咗嘅遺體嘅。喺呢128名嘅死者當中咧，有39名我哋已經咧係確認咗佢哋嘅身份啦。咁喺餘下入邊嘅遺體入邊咧，大約有一半係喺單位入邊係揾到嘅。我哋相信咧係稍後時間咧都能夠辨認到佢哋嘅身份嘅。咁另外餘下嘅嗰40幾具嘅遺體咧，可能咧我哋仲要係用啲時間咧先能夠確認到佢哋嘅身份。另外咧，目前咧係我哋另外係有79名人士咧係受傷嘅人士嚟嘅。